走进来噻，一起抠身子噻。早上7点36，没空调没电风扇，只好自家带点白开水吃吃。弟弟，对方吃脱噻。哦哟，认得阿布噶，来辰光带着阿布也追一追。阿爸，你们吃这种饭再追做啊？你看拉娘已经来大米噻。公司里只用到3个人的米，少是讲看男人看死一人，还不是看档。起码每个月的退休工资3700，正是单张，可惜慢病位于100。那么上次动慢病呢？再说，来一份海肉菜饭，1块红烧肉，是拿豆皮700。费得早蛋的，自家不如随时散不出一个米的。晒得这样子，你还要开店了？伊个馅肉是自家腌的，青菜是剥脱扁扁的。你身上一股子也毛得脱个家。你还不给毛了？伊点个搿面是中心，搿面是乌子生煎，再过去是梅哈糕，晒得饭吃么难为情怪。哎哟，侬会肉个病啦，非得米蛋的喊哇。立刻小单购才是长发，饭吃么你不够毛怪。现在毛10送2。哼哼，富商不见，还是先毛2只上上吧。肥不老的30面，好有质素感。阿拉份毛10只个，快脱！